我喝酒不要拍啦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喝酒难看死了。我只是很渴而已。生，哥哥喝的是汽水哦。比较苦而已。原住民爱吃苦。好，我要变魔术了。你看哦，本来什么都没有的，然后什么都被拿走了，炸，然后就还我土地了。啊，我是一个歌手呢，可是我还是要绑起来。然后，很美丽的台东花莲，台湾最漂亮的东海岸，有33个 BOT 案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相信你上网 Google 查一下，其中大部分应该说全部了，都是原住民的土地，连我的部落，我是都兰的人，都兰的人，台语好像不是那么好听，不管了，就是都兰啊。这么大又有丰富的原住民人文气息的一个地方，漂亮的环境自然，然后连政府财团都不放过我们这样，这么近哦，就在龟改海湾，开车30分钟就到。我说啊，这些土地啊，本来很多人很喜欢台东，很美丽。漂亮，你现在来看这些漂亮的风景、人文，没有人会跟你收1毛钱，你都看得到。等到这些土地被 BOT 了，盖了停车场跟饭店之后，你停车他给你收100块，要看海景第一排，不好意思，要5000块的套房，都要跟你收钱了。重点是，钱全部都被饭店赚走了，留在部落里面的我们，偶尔去当工读生，扫扫地、折棉被，还会看到署名的表演，在饭店里面。我不希望这样，我不希望这样。是，土地是属于土地的，人都只是土地上面的一个短暂的生命而已。啊，我希望大家不要让还我土地是好像原住民应该做的事情，不是，这是一个公平公义的事情。啊，这么好的美景本来就是要与大家分享的，原住民是一个共享的族群。看到垦丁我就很难过了，你现在去垦丁，你要看那个美丽的海。不好意思，前面都饭店挡住了，开车都看不到了。东海岸这么漂亮，我不希望变成那个样子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帮忙好不好？就绑这个布条，动作很简单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态度不简单，就跟赛德克巴莱一样，第一次出草的感觉。很久没有大声讲话过了，孩子们，你手里谁的过来？我们要当真正的人，好不好？不要被钱奴役住了，了解吗？了解。然后网络上很多资讯，包括有一些在保护东海岸的一些团体。像都兰部落也有，都兰部落年轻人也有一个守卫都兰传统礼仪的土地，也有一群外面的朋友，像 Landy 哥、李烈大姐、李宗盛大哥，
魏德胜导演都有一起联署的东海岸保护东海岸的一个联盟。我希望大家一起帮忙，好不好？上网就是联署，现在联署人数已经好几万了，但我觉得力量还不够，就是大家尽量找一些朋友，让政府让很多人听到我们的声音，这样。希望他们来台东，他们来看一次风景，他们就知道了啦。就这些东西不要被饭店拿走了，懂哦？绑这布条要有第一次出场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大声讲话。李淑妮，谁的过来？柔性的诉求，我用音乐唱这首歌，别在独蓝的土地上轻易的说你爱上我。海风吹过，树影婆娑。歌声从来没有停过，快乐许多。不知以后有谁来问候，分老太多，呼啸而过，由我来保守。别在独蓝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。这份感情太过朦胧，我还不能够承受。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爱上我，在破坏来临之前，先别说出口。海风吹过，树影婆娑，歌声从来没有停过，快乐许多。不知以后有谁来问候，分楼太多，呼啸而过，由我来保守。别在独蓝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，这份感情太过朦胧，我还不能够承受。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，在破坏来临之前，先别说出口。别在独蓝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，这份感情太过朦胧，我还不能够承受。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，在破坏来临之前，先别说出口。在破坏来临之前，先别说出口。有歌迷，也不是歌迷朋友，他说他从台中来的，这是给我的还是你想要跟大家分享的？
那边还有，到底有几个人啊？一个人，卢凯族的公主之类的。我，然后他画一个爱心，然后你啊。他有一个要求，他说他要跟我一起唱歌。你要唱什么歌啊？哦，你想干嘛？你要唱什么歌？你都没有讲，我怎么知道要唱什么歌？哇塞，你很有勇气呢。